来继续来看新北市府中捷运站，顶个月27号发生着电梯坠落的意外，有一个太太甲一个囡仔拢去伤着肋骨，尤其是这位太太肋骨断去，病院一度来发出着病危通知，有生命危险。但是新北市政府对外竟然讲，敢若受到轻伤。家属是开记者会来真情指控，讲市政府推卸责任，拢无作为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再度来承诺，会予家属完整的医疗照护，为公共安全的意外来负责。我们先让孙爸爸稍微整理一下情绪。两蕊目睭靠甲红公公，小白高囡仔只是坐一个公用电梯，竟然意外坠落1楼，两骨粉碎性骨折。孙先生亲小妹肋骨断去，险啊无命，而这么严重，拢是因为这件代志。你看这个现在有折一下，它有裂丝了，所以钢索的问题蛮大的哦。用手拗拗的，就出现断丝。新北市府中捷运站路桥的电梯，27号发生着坠落的意外，附近人甲8岁囡仔拢送病院。事发到今已经过1礼拜，今仔日早起，家属出面开记者会点情，控诉市府结果瓜。电梯厂商一直跑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们觉得主要的责任方其实是电梯厂商，而不是市府。20几个小时，都只有我跟我的大儿子，我们在医院，我们自己在那里忙在。伤者骹腿拢到颈啊，肋骨天规白一针。这唔那是轻伤尔，家属这几天伫病院甲公所来回走总，敢若想要问市府人伫倒。我的要求其实真的很单纯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履行他们的承诺，就是尽到他们的责任跟义务。面对家属出面表示诉求，新北市长侯友宜马出现伫议会，当面向受害者的家属承诺会负责任。第一个，我特别要求用最好的医疗来照顾这2位受伤的被害者，因为政府有责任，只要在公共领域发生事故，政府就是要负起责任来。市府公开承诺，要让受害者安心受用。家属敢若希望这摆市府会当讲会到做会到，为公安的意外负责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